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1月7日公视台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昨日台北捷运发生压倒攻击的案件，这嫌犯的手有随后受害的高中生掠掉咧，才无过造成偌济人受伤。另外，还有冲出来压制嫌犯的英雄，也就是刑警出身，目前伫咧台北市警察局防治科做警务证的施先德先生，伊讲伊是警察，这就是伊的责任。 真紧冲进去，几秒时间就甲刀仔抢落来，就甲嫌犯压掉咧。互网友学讲，骹手比少年人也较三抓的水安伯啊，其实是台北市警局防治科警务证谢先德。要起步的时候，就看到人群一直涌我座位这边涌过来，而且有跑也有尖叫，而且有跌倒。那我就想说询问一下，有民众才告诉我说啊，前面的车厢有发生持刀这个砍人。 本来敢若像一般平常时下班坐捷运，头前车手继续发生压倒杀人的事件。刑警出身的谢先德虽然已经离开第一线多年啊，具有这个本领，闪开乘客，赶紧冲去。朝着被害人的脸跟脖子的方向要刺，但是这个被害人他用手把他的手就挡住了哦，所以我第一时间就上去，然后赶快就。 把两个人的手拉下来，把刀子拿下来，然后同时很多民众就一起涌上来，然后就把他压制住了。谢先德讲，到新埔站时，警察随接手，家己就离开捷运站啊。伊相信所有警察伫这款的场合拢会跳出来化解危机。我今天当一个警察，不论在哪一个情况之下，当然是以民众的安全为第一嘛。对，所以我们会义无反顾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对台北捷运会送伊重新免费来坐车，市长蒋万安甲前北市刑大顶司新北市长侯友宜拢真肯定。谢先德讲，就是咧做警察应该做代志。伊也强调，防抬着伤学生，防抬头一倒的时阵，随甲对方夹倒的手甲伊落掉咧，对方无法度搁再攻击别人，这也真重要。也若学校是转达学生的讲法讲，因为国防教育捌学过，若拄着攻击时安怎应变，这同时甲对方的手落掉咧，袂放保护家己，互其他乘客有机会来协助，避免造成重大伤害。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伫台中有一个查甫人违规伫车路骑电动厨房车，后壁阁有载一个人。巡逻的警察看到，甲因看到，阁闻到酒味。毋过，这个民众是拒绝做酒测，警方依照《道路安全管理处罚条例》，干那会当甲伊罚4800块。 警员伫路边看到一台汽车对向一台双载的电动厨房车骑过来，不过电动厨房车的驾驶姓阿查甫人，只看到警察，随跳落车，该用牵的过道路，因为电动厨房车袂当骑伫道路，警员随去劝导。我们不能在路上玩这个啊！也不过警员一挖紧就闻到姓阿查甫人身上有臭酒味。你知道骑车不能喝酒吗？ 姓阿查甫人后来也承认家己有啉酒，也毋过伊煞拒绝酒测，因为电动厨房车属于其他的慢车，同款袂当酒驾，拒绝酒测直接开罚。电动滑板车等其他个人行动器具属其他慢车，如酒后驾驶电动滑板车，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如拒绝酒测，可处新台币4800元罚款。要是出事情的话，都是。 自己遭殃或别人遭殃啊，很危险，会撞到人，然后自己受伤的话，又会用那个，公众资源去医疗，它也不好。大部分民众拢知影，包括脚踏车、电动厨房车等这类的慢车拢袂当酒驾。也毋过因为脚踏车也是一般的厨房车是以人力驱动，酒驾即个开罚并无触犯刑法。如果单纯能力的话，是不会有刑法的问题但是如果有 电力的话，那如果酒测值超标0.25以上，还是有刑法的问题。警方表示，因为电动厨房车属于电力交通工具，只要酒测达超标，会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相关会当处3年有期徒刑，并扣30万以下的罚金，呼吁民众唔通有投机的心态。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 国道5号连接苏化改对原地爱开178亿，增加到370亿。行政院长邓英台表示，经费增加真多，不过若是唔做，连后悔机会都拢无。上紧明仔载就会批示同意综合规划，希望这个工程会当伫咧2032年完工。再来看《自由时报》。
高大公股银行宣布要暂停伫无徛名制度的社群平台卖广告。中华邮政嘛提醒反诈骗的行为，开发出 AI 的模型，若是侦测到有问题口罩，就会主动来报案。AI 嘛随时调整，加强准确率。落尾是联合报。针对着薪水低问题，行政院提出对策，包括建议要修正公开薪水标准，对即卖4万块提悬到5万块，预估会包含着9成的新人。不过，人力银行是认为讲扩大公开薪水的范围，对改善薪水低的问题效果有限。中国正正公布惠台政策，要挖咱的医护人才。台大病院院长吴明宪表示，中国的医疗环境甲台牛无一定有较好，诱因无大，甚至有风险。因卫福部长邱泰源是强调讲，对咱的医疗环境有信心，相信人才也是会选择留伫台湾。中国用优惠加薪等方式，逐年提供240个工作机会，招聘台湾护理人员。国内8大医术团体近日也发声明，呼吁政府重视医护人员出走的问题，唔通互欠人力继续扩大。不过，台湾病院的龙头台大病院院长高明宪认为，中国医疗环境加薪水条件无一定比台湾好，条件无大，佫有风险，无烦恼中国来抢人。我们不能比差。我们要比更好的，大陆绝对不会比我们更好。你想，社会主义的医疗怎么可能会让医护人员的薪水有多高？你假如是美国或是像澳洲这些进步的国家来抢我，我倒是会比较害怕。8大医术团体伫声明中指出，真侪病院已经提出诚意为医护人员加薪、留才、招揽人才。总统赖清德选情大赢，提悬健保点值。立法院也伫顶一个会期通过主决期，提悬明年第3季健保点值至少每点9.5，呼吁政府爱公告做到。我们一直在努力哈，那最重要的是健保的资源哦，是大家要珍惜。那我们会把人民的健康摆在第一位。邱泰源强调，健保资源有限，预算问题也爱努力争取。政府对于台湾医疗工作环境甲台牛一直咧拍拼改善，相信优秀的医护人员也是会留伫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着美国大选结束 ，Trump 会伫咧明年1月20正式宣布就职。也现任的总统拜登刷落来要去参加 APEC， 也阁有 G20 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会参加，这可能就是最后拜登伫咧任内甲习近平会谈的场合。巴西28到19伫纽约热内卢召开 G20 峰会，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讲拜登会伫14到19来出访，参与 APEC 甲 G20 会议，期间会甲巴西总统卢拉来会晤。也若中国国家主席也伫最近来宣布，确定出席这2摆会议。伫美国大选结束了后，川普会伫明年1月20正式就职，这可能是拜登任内甲习近平面对面双边会谈的最后一摆。He is planning to attend both conferences, if you will. He's going to be going to Peru and Brazil to attend those conferences respectfully. We will have more to share. I don't have anything beyond that, but I can confirm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be attending. 罗西亚总统普廷早伫10月就宣布未参加 G20 峰会，由罗西亚入侵乌克兰领土。乌克兰总检察长是要求巴西政府爱遵守国际刑事法院伫2023年3月签发的逮捕令。那普廷出席 G20 峰会，爱甲伊领起来。因为乌克兰毋是 G20 的成员，所以讲总统泽伦斯基无必要请出席峰会。巴西武装部队是已经准备好啊，因为伫过去几个月内，纽约热内卢发生一连串的暴力事件，有几名激持者伫甲乘客释放了后，用几10台公车当作路障，阻止警察入去。Na verdade, trata-se de uma demonstração e de exercício, né, das forças do Comando de Operações Especiais da Polícia Militar para demonstrar a nossa capacidade técnica, operacional e todos os equipamentos que nós temos, né, toda a tecnologia que nós temos para garantir a segurança durante a cúpula do G20. 根据巴西法律，伫一般安全部队无倒来因应局势情况下，巴西总统有权利甲军队暂时部署伫特定的所在，真侪警力顺路过路。所以巴西动用这条法律来确保G20所有来访元首甲领袖安全。公视新闻深入配编译。
抗瑞风台过境，伫咧花莲的海岸线有漏大量的水漏茶，公部门是到今拢抑搁伫咧处理，因为也未公告敢会当去扣，民众惊违法，所以嘛唔敢去卡着，所以即马家园嘛拢也未清理好势。官府就表示讲，若是有订到家园的水漏茶，会当通报优先去处理。花莲的北滨海埔满满拢是水漏茶，数量真惊人。即摆受抗日风台影响，水漏茶数量大小甲规模，拢创6年上济。官府只好加派人员继续清分。因红色标志方便辨识贵重的茶库，暗过大量水漏茶，唔知什么时阵才因清还。当地民众怨言，政府还未公告开放期的时间，都惊触发唔敢处理，到即马都无法度清理家园。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大量的一个漂流木的一个状态。那农业处这边已经是全处的同仁来做一个漂流木、贵重木的一个确认辨识的工作了，我们会尽快来完成。林波署估算，花莲海岸囤至少13000吨的水漏茶，你赶紧标注甲过期作业，按算1礼拜来完成。按过机关批评好康的拢互林波署提起，建议卖钱考虑互官府用来清理甲赔偿民众损失。有好康的拢互林务局拿走，那歹康的全部都要给这个花莲县政府来承受，包括我们花莲区议会这个渔船受损，他们集体向我们林务局来求偿，林务局说这个根本就不关他的事。所有的各级机关跟各个土地管理者都可以去注记，但注记这是缴回来，我们会经过公开标售拍卖的方式之后，其实是如果是属地主义是国家一半，县政府一半。林波署澄清，水漏茶是公共财，标记公告了后，民众才能开始扣。官府表示，若阻碍家园的水漏茶，会先通报处理，全部清理完成了后，也赶紧公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车北暗时发生相派纠纷，连人挂车拢互野木打喊落去。警方赶到场将2个受伤的人送医。调查才发现到，这2个人是做诈骗的共犯，那像有食100万的阿渣钱，才互其他诈骗集团的成员来攻击。警方即马嘛已经抓到拍人的4个嫌犯。几个人骑着木搭，伫咧台中市东区汉溪街边仔咧喊车，因无顾附近也有真侪民众，佮甲车顶2个人游来拍，惊到袂少人。规个犯案过程拢去互民众翕来，因为嫌犯的车嘛已经弄害去，嫌犯动手了后，就马上用走的逃离现场。被打好几下。8号暗时8点外，警方接到报案了后，赶到现场，先将2个伤者送医急救，加载拢无生命危险。不过其中1个人敢若17岁，也个未成年。警方马上根据现场车辆的车牌，还有路口监视画面，锁定嫌犯。而且伫咧4点钟了后，伫咧西屯区一间汽车旅馆逮捕4名嫌犯，现场也个超出毒品、电报枪等物品。厘清案情后，发现该双方均为诈骗集团成员，是为了100万元赃款私吞引发的纠纷。警方表示，一开始被害人甲嫌犯拢避重就轻，无愿意说明纠纷的原因甲过程。上尾警方查出来，原来双方都是诈骗集团的成员。2名被害人是担任车手，但是领100万的赃款了后，却暗藏，再被诈骗集团派人设局骗出来拍。警方顺后将4名嫌犯移送侦办，而且继续追查赃款，还有幕后的诈骗集团。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台南市有2个骑奥多拜的民众伫咧停等红灯的时阵，因为有救护车要来，因按照技高的指挥，先让互救护车先行，无张持煞互车顶方向的汽车弄甲重伤，而且伫咧事后，这2个人骑奥多拜的人收到交通事故的初判表，说是讲因弄红灯就要来负担全部的责任，互因无法度接受。旅行车青灯直行，2台机车却突然出现，为中方弄过来，3个人直接跋落涂骹。车祸意外发生伫顶个月初4，最近受伤骑机车的人收到交通事故初判表，指出因是弄红灯，互因无法度接受。绿灯车道这边，它其实前面的车都有停下来，我们才敢往前行，不然的话，其实那时候当下我们这边是红灯的灯号，我们不敢往前走啊。
因为代志发生进前，因伫永康区复兴路甲高速一街路口停等红灯，为着要让后壁的救护车先闪伫路边，也毋过亲像上班时间，车流量真大，救护车由原无法度通行，已高指挥因往前行，竟然互车顶方向的旅行车撞着，徛伫上头前的王先生扁下骨断切机，肩胛骨开刀固定，医疗费超过15万。另外一位互机车载的瓜太太受伤也无轻，几下摆进出病院开10多万，两个人至少爱3至6个月复原。颈椎的部分是开刀，脚的部分是有做手术缝合，因为伤口非常的深。尊重技高指挥发生车祸，警方为监视器甲行车记录器影像，判定机车弄红灯直行专辑，旅行车确实无发现肇事因素。受伤民众找民代边境，台南市交通大队表示，已经将技高列为这个案的当事人。本大队将在依各照当事人的笔录、现场图以及相关的影像做2次初步分析研判。如果有的话，那交车没有遵照指挥的话，那当交车的方向是有过失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因为指挥交通的义交形同是公务人员那这样恐怕就会有国家赔偿的问题了。警方也表示，初跑表并不是提供保险理赔的完全依据，民众若对初跑结果有疑问，依公路法规定，以车检会鉴定结果，也是法院判决作为最后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咱政府参民间团体合作，发起第4摆送救灾车援助乌克兰的行动。今年加强已经送出60多台救灾车去到乌克兰，而且关键期实进前全场嘛有默哀1分钟，向伫咧乌克兰战争当中战死的台湾志愿兵吴中达来致意。全场的人员站起来，替伫乌克兰战死的台湾志愿兵吴中达默哀1分钟。罗西亚参乌克兰烧战到今已经2年半的时间，台湾除了有志愿兵去前线，嘛有企业家为去年开始自发性募集各种救灾车，透过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甲台湾社区关怀协会，甲物资送去乌克兰。这个是利用台湾多余的资源，我们把它整修好了。送去乌克兰，它可以发挥最大的救灾功能。因为战争就是遐尼久，所以真侪物资拢真歹有，因为有国际压力，所以台湾真勇敢，徛伫人道这个方面来援助因的物件。救护车、水灵车，一台一台的救灾车，各有打台湾国旗、参乌克兰国旗，这拢是台湾政府各单位退役的车辆，经过民间企业开千外万，重新整理关合乌克兰。每一个城市每天就是会被攻击的危险，然后就是无论机会碰到大楼，然后会爆炸，所以那些救援车辆需求越来越大。台湾政府参民间团体、企业合作，2023年开始加强捐出140台的救灾车，今年阁要送出60多台救灾车去乌克兰。住伫台湾的乌克兰人表示，真感谢台湾人的爱心，嘛毋望战争早一日结束，幸福人民平静的生活。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新德县农会举办食农教育活动，现场除了会当互民众来体验，也阁有联合县内11个乡镇市农会展出农业家政班的学习成果，希望大家拢会当做伙来重视食农教育。那大家可以先把它装个9分满，我们等一下用那个土来种草莓。好，那大家可以开始行动。带民众做伙来种气泡。把菜剥开，我会给你1包盐。够利用减少种出来各类菜，教大家安怎做出好食的泡菜。各种的食农教育活动，吸引不少家长专工带囡仔来体验。我女儿很喜欢做手作，然后这次又有一些农作相关的体验，我觉得很好玩，所以今天想带小朋友来玩。农民很辛苦，然后大家都要那个用多少吃多少。然后平常之前会带小朋友去参加一些种东西啊的一些活动，所以就是让小朋友认识农夫的辛苦。新德县农会拜6以食农教育做主题，现场除了展出各农会家政班的学习成果，还有多元体验活动，希望让囡仔自细汉就知影农民的辛苦，培养珍惜实在的好习惯。也有我们很多的食农教育，让小朋友呢可以从小就学习，从做中学，然后更而增加我们对食物的珍惜。
农会指出，透过活动，除了让更较侪人认同支持在地农业，嘛希望培养大家平常时经营饮食的观念，做伙来了解食农教育的重要性。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当年拢会以传统阵头做主题办活动来推广传统文化。今年配合着龙年，团结中心是邀请到全台20组人领队，打造一个新龙 Party， 结合着灯光甲特技表演等等，创新来呈现传统阵头。所有龙都出来了！音乐走落，一人领队为大咖出现，为市民北方上台。有两型的家龟伫咧天顶飞，观众摕手机出来翕，因为实在是真壮观。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2024斗阵器阵头艺术活动，配合今年龙年，团结中心邀请全台20组人领队表演，打造一个新年派对。有比赛得名的竞技龙，有这个呢，在天上飞的，好，飞天巨龙，好。有直排轮滑的，这个直排轮的舞龙阵头，除了我们的民俗文化之外，我们还可以把阵头元素怎么运用，怎么进到当代对话，让大家看到阵头更美，而且呢更感动人的地方。伫庙埕大桥人灵，今年的新年派对，各50组人灵队伫树林区采鸡，甲树林新龙宫、芝山岩惠济宫，甲树林珠涵宫的主神拢请到团结中心斗阵来看戏。树林新龙宫认为，这对文化传承真有效果，真有水准，而且佫袂造成这个困扰，袂造成讲鞭炮放啊足济，我感觉这。阮也有注重着环保，甲传统的重点有结合做阵，互民众对咱这传统的这个记忆，甲传统庙事的感觉有无同款的感觉。新年派对除了有传统的人灵队，阁有结合灯光、特技的人灵表演，也透过市集，互民众熟悉各款传统文化。希望传统文化有新的模样，互少年民众认捌，继续互阵头艺术代代传。记者郭文康明在台北报道。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23度至25度，中部地区22度至30度，南部地区20度至31度，中部地区23度至29度。一个外岛地区21度至27度。感谢你收看《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